離開里斯本1-2小時嘅城鎮，都有一啲好值得大家去參觀嘅熱門觀光點。今日我就係喺呢個羅西烏火車站搭火車去其中一個地方，叫做 Sintra 辛特拉。佢係屬於里斯本嘅近郊。搭火車過去呢，大概40零分鐘就到㗎喇。到咗埗之後就立即買一張24小時通行嘅 Hop On Hop Off 嘅巴士票，而巴士就會穿梭辛特拉全部嘅景點，票價係13.5歐羅一位，有啲貴嘅。不過咧佢係獨市，所以咧你唔幫襯佢就要幫襯好似呢個圖裏邊嗰啲咁嘅小型嘅車，咁但係咧呢啲車咧就冇乜保障，所以我都係唔夠膽搭嘅。喺辛特拉，我第一個想去嘅景點就係摩爾人城堡。入咗去裏邊咧，一路行都唔覺得有啲咩特別，而且喺入口嗰度所買嘅入場券咧，亦都冇人檢查。嚟到呢度先至清楚見到一啲城牆嘅遺跡。終於都到咗一個收費嘅路段，開始要睇我哋嘅入場券啦。原來最精彩嘅部分係要入咗嚟呢度先至可以欣賞得到。其實摩爾人城堡咧就建於8至9世紀，係由北非嘅摩爾人係當時修建嘅。最初就用喺軍事防禦用途，到咗呢個1147年開始咧，城堡就俾呢個葡萄牙嘅第一任國王咧就奪取咗。跟住趕走咗啲摩爾人啦，逐漸咧城堡就荒廢咗啦，而剩低嘅只係以花崗岩砌成，大約450米嘅城牆。隨住山勢起伏，呢度有好多個塔樓，喺呢度睇風景絕對一流，因為可以俯瞰整個辛特拉鎮、大西洋海岸線同埋對面佩納宮嘅全景。荒廢嘅城堡被呢個茂密嘅森林環繞住，而植被同埋廢墟共生，充滿咗神秘感。咁沿住呢個城牆行咗大概1個鐘頭，都有少少熱。不過今日天氣非常之好，而且間唔中都有啲風，所以咧都唔覺得辛苦。喂，入我去邊啊？老友記話呢度好特別，叫我影幅相喎。好，影完相就駁車去另外一個景點，佢就係呢度最出名嘅佩納宮。佩納宮原本係16世紀嘅修道院，但係喺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裏邊咧就損毀。到咗19世紀，當時嘅國王咧將佢改建成夏宮。咁係被譽為歐洲浪漫主義建築嘅巔峰之作，色彩咧係非常之鮮豔，好似童話嘅城堡一樣，而且咧就混合咗唔同嘅建築風格。今日都算好彩，排隊嘅人龍唔算好長，所以好快就可以入到去參觀宮殿。裏邊皇室嘅家具、瓷磚畫同埋國王所收藏嘅藝術品咧，都可以慢慢欣賞。城堡內部中央中空嘅設計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間房嘅天花同埋牆壁咧，啲雕刻都非常之靚，花巧而精細。眾多皇帝所收藏嘅藝術品咧，有部分好明顯係中國嘅。房同房之間有圓形嘅氣窗，係咪好特別呢？呢間圓形嘅房就唔知係咩用途，但係睇佢周圍咧就掛滿咗一啲打獵翻嚟嘅鹿角，米白色主調加藍色點綴，感覺好清新。參觀完皇宮嘅內部，就去外邊睇睇佢嘅外貌係點樣嘅。皇冠附設有一個小教堂，入去睇下先。教堂真係好細，不過望落去個感覺就係佢好似一間好豪華莊嚴嘅大教堂嘅迷你版。皇宮嘅正式入口咧，就雕咗一個海神像。佢坐喺一個貝殼上邊，兇神惡煞咁望落嚟，好有殺氣。參觀完兩個景點已經唔早啦，所以咧就搭車落返山。去到呢個辛特拉嘅市中心咧，就係可以見到呢個辛特拉宮嘅。佢原本亦都係屬於摩爾人所有，而家已經係變咗一個博物館。我就冇入到去裏邊參觀啦，但係反而就喺外邊行咗一個圈。喺辛特拉市中心逛街，偶然就發現呢一間聖馬丁教堂。原來佢嘅歷史都唔短，最初咧可以追溯到12世紀中嘅，即係話有成800幾年嘅歷史。臨離開辛特拉之前就食咗個下午茶，然後就坐火車返里斯本啦。